今次要犧牲色相，介紹絕密公開嘅洗面過程。第一個 step 就係深層清潔，仲可以落埋妝嘅，但係記得係乾面嘅時候用，跟住用棉花抹翻乾。第二步就係泡泡洗面，如果配埋個起泡器就最好啦，咁可以令到啲泡泡都會幼細啲。跟住我哋就搽勻成面啦，就唔好唔記得條頸啦。有剩就搽埋隻手啦，跟住我哋就洗面，之後用紙巾抹翻乾塊面。第三步，去角質層啫喱，搽勻面同埋頸，等1至3分鐘左右，跟住輕輕捽塊面，你就會見到有啲死皮噶啦。第四步，去角質面膜，輕輕搽勻面部，跟住等佢乾咗之後呢，就可以一次過搣晒成塊噶啦，跟住就會好滑噶啦。咁第3同埋第4步呢，就可以1個星期做一次嘅，乾淨晒又可以再同陽光玩遊戲啦。多謝大家繼續陪我享受我嘅健康生活，記得訂閱、讚好、留言、分享俾朋友仔啦，拜拜。